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。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指、胡威，還有胡一金老師。今天胡適走勢繼續引領世界資本市場的風向，四大股指今天收盤漲跌不一，讓美的摸不着方向。上證指數報收4091.89點，跌了0.11，很顯然這個是高質量的回調。而深圳成指漲0.93%，那這個也是高質量的上漲。那創業板指數那就質量更高了，它漲了1.72%，跟昨天相比，成交量多了將近300億，總的成交量是3.09萬億，說明交投兩旺，金融消費者積極參與交易。跟昨天一樣，我們有2730家上市公司負重前行，一馬當先，先漲起來。有2677家按照計劃倒車接人，給那些沒上車的再給次機會，不落下任何一個金融消費者，讓他們上車。所以說安排2677家倒車啊。我也看了一下昨夜美股這個表現，還有今天日韓股市的走勢，我們借用胡老師的評論，他說 A 股高質量回調，日韓美股票低質量狂歡，泡沫與實力的鮮明對照。2026年6月16日，全球市場又上演了一出荒誕劇。日韓股市延續昨日地緣利好狂飆，韓國綜合股價指數再漲超2%，當然這個是低質量的上漲。日本日經指數在高位勉強維持，岌岌可危。昨夜美股受 SpaceX 上市餘熱和美伊諒解備忘錄刺激繼續衝高，納指大漲崩潰式上漲，芯片股和太空概念一片泡沫，在泡沫聲中繼續上漲。反觀中國 A 股今日主動小幅回調，整體呈現有序調整，這不是弱勢，這是主動回調，是高質量的健康回調，與日韓美低質量泡沫狂歡式形成了鮮明而諷刺的對比。日韓股市的上漲純屬事件驅動的低質量的脈衝式，美伊諒解備忘錄一出，風險偏好瞬間爆棚，韓股芯片股和日韓出口板塊借勢拉升，熔斷機制都按捺不住散戶和槓桿資金的亢奮。可這上漲毫無根基，不過是地緣風險暫時緩和帶來的情緒宣洩。高估值、擁擠交易、散戶主導，尤其韓國突出，散戶主導。一旦協議執行出現波折或美聯儲政策轉向，這些低質量崩潰式的上漲就會像泡沫一樣迅速破滅。歷史早已證明，靠外部事件和槓桿堆出來的資本繁榮從來都走不遠。美股昨夜的狂歡同樣虛浮， SpaceX 高光上市確實吸金，但掩蓋不了整個市場對高估值 AI 和科技巨頭泡沫擔憂。納指靠幾隻權重股硬撐，這就是打腫臉充胖子了，撐門面。散戶和機構搶籌新股的同時，資金從其他板塊抽離，製造了典型的此漲彼跌假象。這種上漲本質是投機的盛宴，缺乏向中國經濟轉型帶來的內生動力，隨時可能在盈利兌現或宏觀數據打臉中崩盤。財聯社還有很多國內的媒體界面新聞都紛紛報道說，史詩級造富盛宴持續， SpaceX 股價再飆20%，馬斯克身家升破1.3萬億美元。一個國家的安危居然繫於一個商人的身上，這馬斯克絕對是富可敵國，1.3萬億美元呢，因為很多國家 GDP 到不了1.3萬億美元，好像俄羅斯 GDP 好像就到不了1萬億美元，世界第2軍事強國啊，就馬斯克身家就破了1.3萬億美元，你說這個泡沫得有多大？這種上漲能夠持續嗎？所以說相比之下， A 股今天主動的回調才是真正的高質量。
前期在政策支持、新质生產力布局和機構資金有序弱產下穩步上行，指數呈現慢牛態勢。如今在高位進行必要的整理，蓄勢待發，收回來的拳頭打出去才有力，洗出浮籌，對吧？等待一些還沒有上車的金融消費者夯實基礎，成交量保持活躍卻又不失控，這才是資本市場韌性與成熟的體現。不是靠單一事件賭情緒，而是根植於中國經濟的巨大韌性、產業升級紅利和注冊制改革後的理性定價，機構持股比例持續提升，散戶從高頻交易向長期配置轉變。你看建功爺叔，對吧？從一個高頻交易者，現在變成一個理性的長期投資者，一持股就是10幾年，而且他现在一有錢就加倉，他在選擇在補牙和補褲子之間啊，他選擇了補倉。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爺叔最近的這個動向，每個月他們全家收入，他和他媳婦老伴兒好像都是5000多一個月，他的兒子和兒媳2個人也是5000多，4個人加到一起，全家月收入是2萬多一點，2萬多一點，1萬是拿來生活，剩下的1萬拿來補倉。古有愚公移山，今有建功補倉。古有愚公移山，今有爺叔補倉，子子孫孫無窮匱也。就這麼補下去，我就不信了，它不漲。所以說，體現出中國的金融消費者這種韌性，令人可歌可嘆。所以，正是有大量的像建功爺叔這樣的金融消費者，讓我們的資本市場抗外部衝擊能力遠強於日韓，還有美的。所以，這種低質量的上漲和我們高質量的回調，本質上是2種發展模式的碰撞。日韓美股市像吸星大法，短期狂吸外部情緒和槓桿資金，看似強大，卻隱患重重，隨時走火入魔，呈現崩盤式上漲。而 A 股則像扎實的內功，像傳武練內功，穩步積累，拒絕虛胖，追求長遠。所以那些還在為日韓美牛市歡呼的人該醒醒了。真正的牛市從來不是比誰漲得更快更瘋狂，而是比誰站得更穩走得更遠，誰才是真正的世界資本市场的壓艙石定盤星。希望大家看明白，我們中国的資本市场正在用行動證明，高質量的發展永遠將笑到最後，而那些低質量的狂歡，不過是又一場注定要被時間收割的泡沫盛宴。這是胡平可以說啊，一語道破我們股市、我們的資本市場和美國、日韓的資本市場不同的地方。你看，美日經濟新聞又報道，你看看美的的資本市場又一個醜惡現象。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，科興生物退市警報暫時解除，停牌7年後，科興生物重新滿足納斯達克持續上市要求，退市警報暫時解除。6月15日晚間，科興生物公告稱，公司已於6月5日提交2025年20-F 表格年度報告，並收到納斯達克聽證顧問的通知函，確認公司目前符合納斯達克全球市場持續上市要求，但公司仍處於強制小組監督期內，直至2027年5月20日。什麼意思啊？我給大家翻譯一下，我們的科興生物在美股納斯達克上市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，美的妄图要把科興生物趕出納斯達克，想強制退市，但是經過科興生物7年堅持不懈的抗爭，終於這個美的的納斯達克市場低下了他那高傲的頭顱，不得不接受科興生物繼續掛牌。這是美的在繼美國、伊朗諒解備忘錄之後又一次重大的失敗。我們的科技公司科興生物用自己的行動再次擊敗了美的的陰謀啊！美的妄圖把我們的科技公司趕出納斯達克。雖然我們股市走的是慢牛格局，一步一個腳印，非常扎實，但是不免還有一些金融消費者由於個人原因賬面產生浮虧，心情有些焦慮，有些着急，
這個也是在所難免的。為什麼呢？你看，财联社報道說，6月16日讯，今年以来 A 股市场整體震盪上行，在本周一科技資產大漲帶動下，多隻配置硬科技的基金業績優異，跑出多隻翻倍基金，卻也有多位知名基金經理旗下的一些產品卻業績不佳，甚至虧損超 25%。 市場共識是，基金經理管理產品的持倉如果不在節奏上，對於持有人來說就如同熊市般的持有體驗。知名基金經理如嚴思倩旗下鹏華製造升級混合 A 的今年以來回報為負的 25.5%， 劉彥春旗下景順長城新興成和混合 A 的今年以来回報為負的 14.65%， 曲陽旗下前海開源優質企業6個月持有混合 A， 前海開源聚力1年持有混合 A 的今年以來回報分別為 13.8%， 都是負的，还負的 13.3%。 張坤旗下易方達藍籌精選混合、易方達優質企業3年持有混合今年以來分別回報為負的 16% 和負的 15%。 什麼意思啊？這些基金經理他們的基金持有的他們的業績今年都是虧損 15%， 最多的虧損 25%， 也就是基金經理都在虧損。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是亏损，因为在我们的資本市場要淡化虧損，虧損是暫時的，是賬面浮虧，虧損更多的是你交了學費，你學到了知識，了解了地緣政治，了解了美國和伊朗的諒解備忘錄，了解了人工智能 PCB， 了解了算力，了解了最新的科研動態，而為暫時付點學費，這個沒什麼。也就是說，財聯社說買錯了熊市，多位知名100億基金經理今年仍在虧損，他這個說法就顯得格局有點低了。我們買錯了也不是熊市，在我們這就沒有熊市這一說，無非就是暫時的回撤。暫時的回撤那是為了夯實底部，那是定盤心壓倉時該做的。那怎麼叫壓倉時？你壓倉時你要跟美股跟日韓那樣暴漲暴跌，崩潰式上漲，那怎麼做壓倉時？所以說這個不能叫熊市，暫時的回撤，或者是甚至是主動回撤。很多知名的100億基金經理他們不是虧損，他們也是主動的學習，為知識付費。你別管你管理的是10萬人民幣還是5萬人民幣還是10億100億，你都得學習。到了咱們的資本市場就得虛心學習，人人都一樣。你別管是國內的基金經理了，你就是外資來的，那不也得學習嗎？從頭學習。你在美國日韓，哪怕你是在非洲尼日利亞那個地方，你學到的資本市場的經驗，你學富五車，到我們這兒再重新學習。我們這是定海神針，你到了咱們的資本市場就得重新來，重新學習，都得交學費。所以說外資國內的知名基金經理都在交學費，而且他們樂此不疲，也沒覺得不好。那作為這個金融消費者，你暫時交點學費也沒什麼好抱怨的。你看看上海建工爺叔交了10幾年的學費，對吧？仍然樂觀。我們再看第21世紀財經，他說業內人士回應存款搬家。最近央行公布的數據是吧？咱們5月、4月連續2個月存款在下降，那有很多人就認為，那這些存款是不是都搬到股市去了？21世紀財經報道，他說今年存款搬家話題熱度仍居高不下，多機構測算年內到期定存規模可達30萬億至70餘萬億元。但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，存款搬家真實存在，但絕非大規模遷移。海量存款集中到期，並不意味着資金會大規模撤離銀行體系，多數到期存款仍選擇留在銀行。建行、交行等在一季度業績會上均表示，到期存款留存率超過 90%。 這國有大行公布了，他們銀行存款到期的就 90% 也繼續存。工行提到到期存款轉存率超過 90%。 股份行純體存款留存率一般在 60% 至 80%， 低於大行。
但也維持在較高水平，也就是國有大行存款留存率90%，就大部分就接着存，而那個股份制银行留存率只有60%到80%，那是為什么？很多股份行的那存款也存到大行去了，都響应號召存工行，這說明很多儲戶啊，現在已經把在股份行、城商行、村鎮銀行的錢螞蟻搬到國有大行。不要問我為什麼，我也不知道。大家只看這些數據就行了。國有大行越來越多人信賴國有大行，因為國有大行是壓舱石，是定盤星。中信證券表示啊，存款到期不等於存款搬家，存款搬家不等於入市，非银擴張不等於權益流入，真正觸達權益市場的資金或小於市場期待。我給你翻譯一下，是存款搬家不等於去炒股了。就這個意思。那这是21世紀財經報道的。我們再看紅星資本局報道說，中國證券報報道，紅星資本局轉發說10倍大牛股跌停，發生了什麼？6月16日，國盛科技大幅低開超7%後快速跌停，臨近午盤，國盛科技短暫開板，午後再度走弱，截至14點再度跌停，報16.04元每股。總市值105.87億元。消息面上，國盛科技6月15日晚公告稱，因5184萬元訴訟披露不及時，公司及相關責任人當日收到北京證監局出具的警示函。同時，上交所公告稱，上交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決定對國盛科技及時任董事長吳軍、時任總經理高飛、時任董事會秘書張坤予以監管警示。10倍大牛股漲了10倍，今天跌停，又有很多散戶學到新知識。為什麼這麼說？國盛科技此前股價一路上行，在4月9日觸及歷史最高點，達到34.27元每股，對應市值為226億元。彼時近1年股價漲幅超過11倍，1年漲了11倍，是妥妥的我們股市慢牛以來的大牛股。如果你當時買了這隻股票，你1萬塊錢就，對吧？你就賺了10萬，它變成11萬，漲11倍。你要投了100萬，那你什麼概念？你就賺了1000萬了，賺1000萬。你要投1000萬，1年裡面一個小目標輕鬆到賬。該筆糾紛源於子公司採購單晶電池片到期拖欠5000餘萬貨款，實控人連帶擔保，還質押2210萬公司股份作為還款保障。一審已判決限期結清貨款及違約金，但公司此前發布累計訴訟公告時刻意遺漏此事，拖延近1個月才補充公告。像這種事情在美的、在日韓那都是比比皆是，根本就不管。所以我們在美的、在日韓資本市場看不到這種新聞，但是我們這兒是堅決不行的，那堅決要打擊。在咱們的資本市場那是嚴監管，絕不能縱容這種行為。所以立案調查說，股價走勢反差巨大。此前借着固態電池、光伏概念走出暴漲行情，近2月卻大跌超46%，期間各類主力資金合計淨流出超37億元，僅有散戶資金逆勢流入接盤，顯得咱們金融消費者難能可貴啊，勇於進去接盤，穩住股價，為這個壓艙石又做出自己的貢獻，避免了股價短期過於暴漲暴跌，過於跌幅巨大，所以散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，踊躍進去接盤。這是基本面隱患同樣突出。公司2020年至2025年連續6年虧損，累計虧損9.53億元，2026年1季度仍持續虧損。不要緊的，我們市盈率虧損怕什麼？漲了11倍，我們不要看我們的市盈率高，咱們這個市盈率高，恰恰說明有活力、有前途，前途無限。但是美股，你看看這個英偉達，或者是那些蘋果，你再看看日韓的什麼 SK 海力士、三星，你不要看它市盈率低，它沒有前景，沒有任何的希望。我們的國盛科技那是代表未來，所以它才能漲11倍。這個希望大家不要誤解啊。那它出了問題，我們的監管部門在幫它調整，所以大家放心，
剛才已經說了，這種事情在日韓那根本就不可能管的，美國的散戶他根本就不知道。所以说美股的泡沫一天天的涨起来，资本主義世界一天天的爛下去。我們再看胡锡進老師，正當很多人網友在為美國和伊朗的諒解備忘錄簽署，大家在為到底誰獲勝，是吧？伊朗還是美國？他們雙方各自宣布自己大获全胜。伊朗軍方表示美國已經逃跑了，這是伊朗史上又一個巨大的軍事勝利。那特朗普說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個勝利，雙方都說是自己最大的勝利。那網友吃瓜群眾也搞不清楚到底誰贏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們的胡锡進老師出來清了清嗓子，宣布誰贏了。胡锡進老師說，今天是個好日子，中東和平協議終於達成了，油價大跌，股市大漲，過去100多天，大國平穩度過了霍爾木茲海峽危機，我們的國際影響力坐地得到了新的提升。這些年，石油進口多元化和新能源技術长足進展，大國經濟高度電氣化，為我們贏得了面對金融危機的驚人的韌性。當戰爭到這個時候以當前的方式結束，對世界相對最有利，也對大國相對最好。如果一開始美國就擊敗了伊朗，特朗普團隊還不得傲到天上去。如果雙方不停打下去，霍爾木茲海峽長期封鎖，大國經濟也會接下來跟着蒙受損失。就現在這樣，正好美國軍事上、政治上都受到了嚴重的消耗，其霸權丟了醜，受了又一次的沉重教訓。世界更加敬佩大國作為和平促進者的大國風範，更看清了大國實力。带着這些新認知，讓我們共建新的和平與更加合理的秩序。這胡锡進老師沒有宣布誰勝利，但是似乎已經宣布了誰勝利。誰勝利了，大家心裡有數。胡锡進老師已經呼之欲出，伊朗跟美國不要爭了，你們倆爭來爭去，爭的臉紅脖子粗的，說誰贏了誰贏了。胡锡進老師告訴你答案，原來你們倆都是白忙。美國是打了個寂寞，伊朗是挨了個一頓白打，倆都沒贏。還是胡锡進老師高啊！胡锡進老師以此來證明這個退休金高是有道理的。事實情況，美伊雙方各自公布的版本差異巨大。美國強調績效掛鈎，先行動後受益和核庫存拆除，而伊朗則突出先拿錢，先解除封鎖，導彈和代理人完全不談。所謂強勢姿態，不過是雙方急於下台階的各取所需。特朗普需要在中期選舉前止血，伊朗要喘口氣保政權，結果就是一份脆弱的君子協定，就是我在上一期節目說的，对吧？这是毛拉和不靠譜兩人簽了一份君子協定，這是黑色幽默，不講武德的和毛拉兩人簽個君子協定，連正式條約都不算。這份所謂的諒解備忘錄，隨時有可能被以色列人的幾發導彈給撕得粉碎。當然了，這個不影響胡锡進老師，如果中東的戰火再起，一樣胡錫進老師還要宣布是哪一方獲勝。總體上本着一個為贏先麻，讓我們繼續麻下去。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